新闻社开始来看，今仔是通勤月票 T Pass 开始使用头一个上班日，一寡坐台铁的民众唔知讲爱行专用的通道，所以出入口人拢太。交通部长王国材问讲，第年底之前开放台铁全部的通道拢会当入 T Pass。另外，未来共享机车敢会当嘛使用 T Pass 的？交通部是强调讲，尊重地方政府的决定。江澎之间人真侪 T Pass 正式上路，拄到拜一第一个上班日，大部分运整体来讲拢真顺利。上路了后，到拜一早起8点，八节使用 T Pass 次数有将近34万遍。对于居住比较远的地方的乘客来说，它会非常方便。有用桃捷或是火车的人，应该就会省蛮多的。反倒都来代替台中捷运甲机场捷运，因为票证系统也无建立完成，民众爱先行 T Pass 专用通道，到底要行倒一个出口，常常有人无啥。另外，民众需要临柜前申请将钱放伫内底。基隆市长贾国良也希望未来应推出自动将钱放伫内底的功能。希望跟交通部一起研商，如何未来可以做到自动储值。不过，先让这个月票上路，先让民众习惯。像机捷哈，像台中捷运哈，这个部分他们还包括我们台铁都是这个专用的通道。那我们预计是希望在年底哈，把所有的各个闸门都把它建立好。年底之前开放代替全部出入口拢应通过，也希望促进员工消费。总统蔡文透早也甲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等人去记者来巡视。蔡文表示，若通勤负担低，民众就应扩大居住地选择，给大家带来一个生活的减压。那么，尤其是通勤族的减压。台铁产业工会是指出，台铁上路问题真多，亲像车长的总机无法度辨别旅客悠卡是毋是设定 T Pass， 那查无入站的记录，到底是毋是爱补票，是毋是正做倒票？王国材表示，若政策无问题，未来就会继续。另外，共享机车未来是毋是加入来，是尊重地方政府的决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